嗨，大家晚安，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陈火蛇，然后旁边这位来宾是阿颖，你好啊，很高兴认识你。很高兴认识阿火，还有大家。耶！等一下，阿火，你的粉丝名叫什么啊？哦，我没有很常在用，但是真的要的话叫火种。火种你们好，太好了，希望的火种你们好。希望的火种啊。不是很多游戏会这样讲吗？叫什么创世的火种啊，叭叭叭叭。感觉越来越中二了。好，对啊，我还是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安安，大家安安，阿杰安安，伊利安安，伊藤绿茶晚安，还有君比安安，贺宇安安，口号上安安，大家好啊！伊莲安安，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啊？最近过得还行吧，就是在学开车，然后对处理一些生活琐事，忙忙的。然后看中医，然后有人用针戳我。哦，你是去针灸哦？对啊，我终于可以体验到为什么就是这个宠物这么害怕去宠物医院了。你说你有看过那种就是柴犬之类的，就是被打针，然后就会叫的超惨，但是很好笑。我超爱看这种影片，我现在不敢笑他们了，我现在不敢笑他们。好哦，我不敢笑他们了。下次大家看到哪个影片是那个狸猫被戳就知道了。就是我，就是你啊！你可以这是可以问的吗？就是你为什么是为什么要去针灸？哦，就是这个。狸猫之前啊，有一次就是这个化成狸猫形态的时候，过马路的时候不小心被车撞了。你说狸猫形态是这个吗？对，因为今天开始之前，就是阿颖传了很多你的各种形态的素材给我，所以我就想说，好，我直接贴在我身上给大家看。感谢这个阿火的牺牲展示。我成为了这个展示架。我说要摆前辈的价值，就是这个意思啦。对，太惊喜了！火蛇总是带给阿颖惊喜，好快乐哦。谢谢。难道我不是惊吓吗？我认真问。不会啊，不是惊吓啊。我最喜欢这种就是不按牌理出牌的内容了。太好了，太好了！你也是唐突系的伙伴。对啊，唐突系的还好啊，唐突就不好玩了。Not funny。大家来看 VTuber 都是想看一些怪怪的人吧？对啊，真的是。太好。伊里说最近刚好动画是狸猫当宠物，没错，我超爱那一部的，马上去买了原作的漫画回来。我怎么不知道这个叫什么？我操，该不会就叫狸猫当宠物吧？YouTube 上有动画叫《和你和语》，和你和啊，好，我好像找到哇，巴哈也有，太好了，可以去巴哈看那个正版免费，对吗？哦，对不起，我记反了，伊里说是和语和你，对不起。对，我发现了，差不多啦，这个叫那个2A 2B 嘛。对，我想说不可能没有玩过几 A 几 B 吧？我们有代沟吗？不可能没玩过。太好了，一定会就是上课的时候偷偷玩。上课怎么玩？上课怎么玩？就传纸条玩啊，我都跟同学玩啊。好赞哦！你们纸条都写这种内容哦？啊，不然呢？无聊课就是要这样啊，不然呢？纸条要传什么？要写那个啊，哪一个谁喜欢谁啊？啊，这样才青春吧？然后就是从小就开始造谣。那我的青春比较不一样，没有恋爱成分。我的青春可能比较扭曲，都是一些造谣之类的坏事。哇，好过分！果然掉出来了，有人在那边几 A 几 B 是什么？是你爸爸妈妈的游戏吗？对，我们有些观众比较年轻，没有玩过几 A 几 B，难道我们要现在示范给大家看吗？
吧？要吗？我想说，我们就很唐突，我们就真的是想到什么就做什么，所以无所谓，无所谓。好啦，来玩啦，看我还记不记得这个规则。听起来但是要怎么玩啦？超勉强，超不想玩。因为我现在不想要动脑啊。那是不是出题的比较不用动脑？是这样吗？没有，好像都要都要动啊。是不是一定要是4个数字是吗？对，四个数字。好，然后那我想好了，我想到一个4位数字了，然后你可以开始猜了。8966。好难哦，我想一下，这游戏怎么那么难？我需要做笔记才有办法玩这个游戏。对啊，我先拿我的笔跟纸啊！天哪！等一下，89660A2B。等一下，我还没拿好我的笔呀！我的妈的，太棒了！好慌张。刚开始6分钟，第一件事情先强迫来宾玩几 A 几 B， 哪有这种的？8966啊，你说几 A 几 B？ 0A2B。0A2B 是不是？没错。哇，有人说以前纸条会折成药包形状，好厉害哦！啊，不是这样玩吗？有人提出质疑。不是玩吗？不然是怎么样玩？不可能，我们现在要开始 Google 就是这个几 A 几 B 的规则吧？天哪！我觉得也可能不同的地方玩法可能会有差别，我觉得有可能。这个也有，就是南北差异，是不是？对呀，但听起来我们两个的认知应该是一样的。对啊，贺宇，我的认知是贺宇这个答案啊，就是猜数字 A 代表数字，对哦。有人阿公也会玩这个，以前是不重复的数字哦，我没想过这个问题。那我确实想的数字也没有重复。OK， 好，我来想一下啊，6651 0A0B。0A0B 4398 0A3B 0A3B。大家可以一起玩，虽然你们没办法喊数字，但你们可以开始猜了。哇，对啦，这游戏也有人叫终极密码啦。对啦1893 0A2B 0A2B 对。2984 0A3B 0A3B 对。哦，天哪！终极密码又是另一个游戏。好7498。哎呦，7498 0A4B 0A4B 9487。耶！4A4A 很无聊吗？谜底不就是应该有一个，就是我快要喘不过气来了。完蛋了，才10分钟我就要把来宾弄死了吗？
的时候就说阿英超讨厌数学了，这是数学吗？这是数字的一部分。哦，有数字就不喜欢。对，有数字就那你的名字里有8啊，这不一样啊，不一样吗？哪里不一样？这是我的名字啊。啊，好啦，这是名字。好，所以这个不算数字。应该说我对都是这个阿拉伯数字有点反感，没有歧视阿拉伯人的意思，就是。谢谢完全不需要的多余的解释。我就是看到数字就会头痛，你就知道我就是求学过程多讨厌数学了。也是，确实看到一堆数字或是一堆算式的时候，就会完全不想读懂它。我也会，对，头好痛哦，豆叶痛。哇，那你知道？哦，我们其实我们本来也有点怕没话聊，所以我们其实有先私底下聊一下一些可以聊的话题。然后我发现阿颖跟我都很爱看JoJo。那你知道 Netflix 的就是动画的JoJo那个第几部跟那个漫画的是不一样的吗？不知道呢，就是那个动画版的第1季是漫画的1、2部全部塞进去。哦，原来你是指这个意思，我知道。所以在那个 Netflix 上面找的时候会疑惑一下，就还好啊，就动画组的制作考量。哦，也是啦，因为它还有副就标题，他们还是会在title上写说，第几部是怎样战斗潮流啊什么的。对，有那算副标题嘛，反正就是还算好记，真正的揪厨一定会记得，所以没有问题。对啊，什么黄金之风啊、石之海啊、彪马野狼啊。对啊，彪马野狼是不是要出了？对啊，要出啦。太期待了，是今年底还是明年？我又忘记了。这个我倒有点久没关注了。没关系，我也是彼此。请问你最喜欢哪一部呢？我最喜欢战斗潮流。战斗还有第3部。哦，所以就是2跟3。对。你有最喜欢的角色吗？乔瑟夫·乔斯达。所以包含那个2部的乔瑟夫跟3部的乔瑟夫，你都爱。没错。可是我觉得他后来变成很搞笑的角色。他不是从第2部开始就很搞笑了吗？你给是没错，是没错。哦，你喜欢会搞笑的帅哥哦？他算帅哥吗？把腰这么他有腹肌耶。你喜欢有腹肌的啊？对啊，就是哇，腹肌耶，可以摸吗？摸一下。什么火蛇在自肥？我哪有自肥？我没有腹肌。有腹肌吗？你没有腹肌吧？有吗？我腹肌比较团结，只有一大个。对。我也蛮喜欢有腹肌的。那火蛇最爱的，你说JoJo吗？对啊，哪一部哪个角色？我想一下哦，哪一部的话，我觉得我很喜欢第5部的整个剧情跟整个战斗方式，我比较喜欢第5部《黄金之风》，很帅。然后我不知道啦，我觉得乔鲁诺跟米斯达看起来是官配啦，这个应该非常明显。他们还会手牵手，到 CP 话题。他们还会手牵手一起打人呢。这个非常明显。但是要选最喜欢的角色，我觉得有点难呢。让我想想，哪方面啊？如果是单纯外表，或是整个，我想想，就是觉得帅的话，我不知道。我觉得徐伦蛮帅的。然后我觉得替身可以把自己抽成线，然后做一些很酷的操作，这件事情蛮帅的。
很万用啊。对啊，然后看他扁人也蛮疗愈的。这倒提醒我，我很久没有看那个 JoJo 的动画了，从石之海就没有看了。没有，从第5部开始就没有看了。哦，我以为你是说看完石之海之后就一直没有看了，那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因为还没出。没有，就是我从第5部开始就没有再就去了别的坑啦，不好意思。所以你是把第5部看完，然后就是石之海没看这样子。漫画我有看完，但是动画就从第5部开始就没有看。哦，原来。那你都去了些什么坑啊？我都去了些什么坑？我们这边那个在开始找同坑的环节。这我可能要开一下我的这个记录感觉看了很多东西耶。对呀，天哪！我看一下，等我一下。太好了，也欢迎观众朋友提供一下你们最近在看什么，说不定我们也有看，但也说不定没有。好，慌张ですね。看一下我的世界是写什么。漫威哦，这我就没有看了。对啊，你看漫画哦？不是，我就是看电影。阿颖超爱看电影的。哦，原来如此，感觉漫威的电影也很多，应该也可以看很久。对啊，还有什么啊？我的字界居然只有放近期的坑，我受不了了啊！这不是很正常吗？所以我要讲近期的吗？哦，都可以啊，你可以跟观众来找同坑。药师少女啊，这个尼基啊，异星舞台啊 ，Alien Stage 啊，异星舞台跟 Steven Universe 啊。你说觉得异星舞台很赞吗？没有，我没有看呢，但我觉得异星舞台跟 Alien Stage 听起来很像，就是同一个。哦，原来如此，就是同一个。原来如此，我以为是2个，我想说太像了。我好像都没看。尼基是有动画是不是？有吗？我不知道我也是今年才入坑的。哦，所以是手游的部分。我好像完了，我其实跟那个主流喜好都蛮脱节的。我们可以聊 Steven Universe。对，我想起来了，我们也有闲聊过这件事。Steven Universe，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呢？有人想问你有没有看特色？你有看其他的欧美动画吗？我吗？我蛮喜欢看那个 Rick and Morty。那个我没看呢，因为太多集了。是真的。就是如果是在日本的 Netflix 的话，好像可以看前7季，但最新的第8季好像就没有在 Netflix。了解。我记得好像都搬到 HBO。对啊，害我很犹豫要不要订一下。问就是要订但好吧，感觉就是可以定个最短的期的，就最短期的，然后把它赶快看完，然后就不用再看，不用再付钱。我入过的坑真的是很多FGO 啊，还有什么钢炼啊，钢之炼金术师啊，Fate Go 啦，Love Life 啊，哇，还有什么？感觉有点青春呢。邦邦少女乐团派对你有玩音游对不对？就是音游。你是先从音游入坑，然后去看。对，但是什么买购啊，后面阿贝姆基卡我都没有看，不好意思。没有，但是我会跟着大家一起使用一些梗图。对。有人也有追 Rick and Morty， 我自己是蛮喜欢的，里面有很多科幻的跟一些黑色幽默，我觉得蛮有趣的。如果你喜欢看血腥、暴力、色情的话，可以看。红小马，友情就是魔法。阿颖超喜欢彩虹小马，但是没有在看。喜欢但没有在看。我喜欢那个造型啊。
你该不会就没有收集时间看动画、啊。我记得它是有玩具可以收集的是吗？还有那个啊，卡包可以抽啊。哦，好像现在便利商店就有嘛，好像就是现在你随便去走，对啊，走进一家好像会有。嘿呀嘿呀。哦，啊，你会为了这个去买那个卡包？哎，不会，我没有那么冲动。好。哎，探险活宝你有看吗？有啊。好，我想那个主题曲是怎么唱？中文的。中文的，我现在只想到片尾曲。片尾曲是怎样？我们一起来，蝴蝶和蜜蜂都还忘了。哦，还有老皮的松饼歌啦。哦，老皮的松饼歌也是蛮可爱的，很疗愈耶。老皮很多都很可爱啊，我还记得老皮有一段很可爱，好像是发烧还是怎样，然后就一直叫阿宝帮他盖棉被，然后就会在那，我好像会模仿甜甜，你说阿宝盖被被，他就好像就是生病很不舒服，就一直叫阿宝帮他盖被被，超可爱，就是一只可怜的小狗。还会模仿彩虹姐姐。哇，你现在还可以吗？彩虹姐姐的台词叫什么啊？他都讲台语对不对？中配他都讲台语。对啊，他就是声音夹夹的，然后会讲台语啊，但我都忘记他讲什么。我也忘记了，我只知道在原本的版本他是讲韩语。哦，真的假的？所以是真的听不懂。对，彩虹姐姐台词。哇，真的吗？有人说我学得很像，我之后可以开一个转盘算了啦，5分钟学老皮讲话，有前途，有前途。哎，真的耶！我查彩虹姐姐台词，然后他马上就说原版是韩语。哦，大家好，我叫彩虹姐姐。不行，现在学不像了。哇，那个是曾经拥有的能力。对，已经遗忘了。可能要再练一下。哎呀，好，我想想哦，你有看《游戏王》吗？游戏王，没错。哇，这真久以前龙珠的团刷，我会看。哇，这好经典的歌哦。我会唱哦。你要秀一下吗？我可以为你把 BGM 关掉。不用。哎，来都来了。我昨天才在我的台唱《金珠碧灵鱼》，我才不要嘞！金珠碧灵鱼是什么？它有台语版哦。没有啦，就是我以为你把它翻成台语版，我想说好强哦。没有，我就是唱中文版而已。他都唱些什么？我想想。哦，七彩的微风。好，我忘词了。侧着脸轻轻吹拂。啊！我要继续唱吗？不用吧？我在等。要吗？不用，谢谢。哇，真的假的？猫猫卡爱有买1到38集全套的游戏王。哇，我以为游戏王是相对冷门的，大家比较不一定会追的。我不知道啊，可能我刚好没有遇到，也有看。但是你是看那个吗？最早的，因为它有很多代，它有不同的主角，有点像JoJo有很多部曲一样。依理说，我比较喜欢黑美人姐妹花。哎，没有错啦，我昨天有唱哦。你也比较喜欢黑美人姐妹花吗？对啊。不觉得？我不知道，我觉得我从小就觉得很多时候都是反派比较帅，怎么会这样？我也是啊，我也喜欢坏女人。你喜欢坏女人哦？坏男人有的也蛮喜欢的哦，所以坏女人就是基本上都喜欢，然后坏男人是有的蛮喜欢的。对，太好了，你都看些什么样的坏女人啊？坏女人，一时之间有点想不到哎，救命！你有看《链锯人》吗？啊，对。嘿，你想到什么？是有刚刚敲门说的太大声了。哦，真的假的？对，我要注意一下音量，我把另外一边耳机拆掉。OK。好。
你刚刚问什么啊？我被打断了，被打断了。没有，只是想到你说你喜欢坏女人，我就想问你有没有看《链锯人》？有啊，我超爱的马奇马的，里面超多坏女人的。我是他的狗汪汪。谢谢。哇，你也变成自称狗的狸猫了吗？怎样，礼物也会吗？没有啊，是我刚刚偷查那个何宇和你，好像说他自称是狗。原来是玩这个梗。对，我刚刚才知道的梗。反派的话，《钢之炼金术师》里面这个人造人里面的拉斯多，我也蛮喜欢的。我没有看很多经典的，我都没有看，因为其实我没有童年，我连那个什么，那个叫《One Piece》我也没有看，《火影忍者》我也没有看，《灌篮高手》我也没有看。JoJo 的反派有的也蛮香的耶，香吗？我要想想。你说地友吗？地友其实蛮有人气的。我超爱地友的耶。你喜欢1、2部的还是3部的？3部的。真的假的？我觉得1、2部的那个穿着也蛮帅的。我觉得1、2部就是有点太8点档。确实超适合，超适合，感觉随便剪一个1、2部的段落，然后就可以配一个那个超大红色的 logo， 然后就是配一个那个进广告的那个 cut。你竟敢毒害阿贝！好笑，好好笑！你竟然什么？我连我爸都没有打过我。等一下，有这句吗？这是是他说的吗？好，我想不起来，好像是。龙的佐拉，蓝龙我有看诶，佐拉算坏人吗？蓝龙，天哪，没有，跟大家没得聊天。不会啊，那你童年都在干嘛？我童年都在自己跟自己玩大富翁，或是自己跟自己玩扑克牌。哇，你很酷诶，酷小孩。不是酷，就是没有兄弟姐妹，然后也不会被放出去跟其他小朋友一起玩。这个不是酷，这个是可悲。不要这样说嘛。对呀，然后有一句话叫“天才都是孤独的”。谢谢，就爱听这种，谢谢，太好了。对，但我也就家里也管比较严，所以也没办法一直看电视，然后也没办法一直玩电动，所以就真的没事做。对，怕你戴眼镜像我一样啊？你想要我戴眼镜啊？不是啊，怕我应该是你家人怕你戴眼镜。有可能，的确。对啊。但不是，等一下，你喜欢戴眼镜的人吗？很多人不是都觉得戴眼镜的人很帅，或是很可爱吗？你是说斯文败类型吗？对，完全就是这样。讲到喜欢的反派，我喜欢蓝染哦，死神里面的。我也没看哦。你什么时候产生过我没有使用镜花水月的错觉呢？这句我倒是听过。怎么办？我查蓝染只会查到那个真的在染。而且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点就是最近阿颖在研究一些各流派的，比如说占星术啊，或者是紫微斗数。我就问 GPT 阿颖的紫微斗数怎么样？然后最像什么类型的角色里面居然出现蓝染。哇！对啊，大家不要小看我。谢谢。你该不会其实也很想当反派吧？对啊。真的。对啊，超想的耶。我记得最近好像蛮流行一个，就是你可以问 ChatGPT 说什么你的超能力是什么，不要解释。对啊，我有问啊，你的诅咒是什么？你的魔法是什么？不要解释。你可以跟大家分享吗？可以啊，但我要现在开一下。我也开一下我的。我觉得那个真的蛮好玩的，大家可以玩玩看。我的诅咒是什么？好，我先。好，你先，请说。是什么？我的祝福是梦中所想，醒来即得。那你知道我
就是问他我的祝福是什么之前，我刚好也做了一个梦，我梦到我被抓去洗牙，然后满嘴都是血，我想说靠背，梦中所想。好怕洗牙哦，好痛哦。对呀、对呀、然后我一醒来就看到这个风，然后我就跟一下查一下，然后就跟我讲梦中所想，醒来记得，然后完蛋了，我要去满嘴鲜血了，不敢洗牙了。哦，哦，是啊，这样往好处想，这至少是一个就是健康的保健，至少你不是吃到玻璃渣。差太多了吧？好，有道理，有道理。对呀、哎，那你不讲一下你的诅咒吗？我没问呢、好吧，我现在来哦，你没有问哦。因为我不想知道这么负面的。哦，那我也不要讲我的诅咒好了。那我先看看，我看看我的是什么，看我敢不敢讲。什么？我的诅咒是永远听得见沉默里的声音。最好我超耳背的，我想想，我听听看。我想一下哦，阿莹的沉默是代表你要给我一个做效果的机会，谢谢，谢谢，太贴心了。哦，你这天线很发达哦。真的假的？很棒我再过一阵子，我应该可以长出腐女雷达，我就可以知道哪里有腐女了。没有啦，我早就知道了，我的观众都超明显的。这你好像很开心，不是？你该不会也是吧？我是啊。那你会看陈火蛇你会把陈火蛇跟其他男 V 凑 CP 吗？会呀、好，会的我不想往下问了，谢谢。是你问我的哦，我没有主动说出来哦。我想也是，太可怕了，我听得见沉默里的声音，我不想听。谁啊？腐女在哪？我也想问呢。好可以了，可以了，不要再想了，感觉你蛮开心的，可以不用想那么仔细。好了，我要说我的魔法了啦，赶快 pass 过这个话题，帮你请说，请 pass。说。我的魔法是什么？不用解释，梦境编织。真的哦，所以你可以决定你的梦。我要看一下它的解释诶。哦，所以你是先叫他不用解释，然后再叫他解释。对啊，因为他就讲梦境编织，我就想说，好吧，解释一下。还是解释一下好了。因为我的跨模啊，什么意思？好好笑。他讲的很笼统呢，我跨模呢。确实，以为是一句话，结果只给你4个字，那还是解释一下。对呀、啊，梦境编织好像什么替身名字哦。哎、很像感觉是那个被打了之后会在梦里面承受一些幻觉。梦里面对你复仇。哇，感觉跟第3部的那个婴儿有点类似嘛。啊，对啊，对呀、哇，那个婴儿的下场蛮凄惨的，想到也觉得对啊，很好笑我们就不要提了，我们这个直播，不要剧透，对，不要剧透，不要剧透。太好了。啊，你要听解释吗？哎，我蛮想听的。啊，我要念整段嘛，你可以，有点长哎，看起来100多字。你可以挑你可以，你有，我看他截录的重点好了。哎，对，他说，这种魔法让你能够在创作时超越现实的局限，把情感化为形象，在痛苦中找出诗意与力量，赋予自己和他人疗愈，用角色声音或作品说出难以用日常语言表达的话，在混沌的内心世界里为自己找出秩序出口。好深奥哦。对啊，有点深奥。对啊，看完了还去跨模。那怎么办？你就要再解释一次。算了，不想听他解释了，感觉越解释越忙，越难懂。对呀、好吧。好，我想想哦。我们还有什么？我想一下，我们还有什么共同的坑吗？还是我们就不要追究这个话题？共同的坑吗？
对啊，我们现在已知就是 JoJo Steven Universe。刚刚有人问你有没有看催眠麦克风？哦，有啊，我家还收两盘专辑耶，阿颖超喜欢收集专辑。哦，所以那个，所以 Love Live 跟邦邦的专辑你也会收吗？我曾经想要收 Rosalia 的，但是我没有钱。啊，原来是钱阻碍了你。没错。好吧。阿颖也很喜欢收这个电影的原声带。哦。像是我要推荐一部很冷门的动画电影《犬王》，好像听过哎，但我想不起来。对，他的专辑设计超赞的。哦，来透过。然后动画导演是汤浅政明，然后这个主角的配音是女王蜂的主唱。哦，好酷哦！喜欢摇滚的人可以去听。好，感谢推荐，我有空一定去听一听。身为犬科的推荐，谢谢，非常有说服力。啊，他的故事跟犬科有关系吗？不太有关系，但是他就叫犬王。如果要跟犬科有关系的话，推荐《犬之岛》。哇，马上 Google 犬之岛，我记得是好像什么安德森岛的吗？魏斯安德森。对，魏斯安德森。哦，好酷哦！他也会出真人电影，都蛮好看的。哦，最近还有我家还有一个独步的趴趴娃。阿颖有，好像那个吉雷跟123的趴娃，唯独就没有独步。是里面的角色吗？哦，有那个观众说他喜欢《犬之岛》对称控之王，没错，这个导演的就是以他的对称出名的。哦，好酷！好，我又有更多可以补的东西了。天哪！好，我刚刚突然想到，我可以分享，因为我觉得我看的东西可能有点冷门，来看看你有没有看过。好啊。那个，我想一下，那个叫什么？比较新的，好像，是上一季嘛？反正就是那个有动画化的那个不死不信，你有听过吗？这个很冷门吗？啊，没有很冷门。这个不冷门吧？真的哦，好像没有人。对啊，我觉得应该不冷门呢。哦，所以你有看啊？我没有看，但是我觉得不冷门。哦，因为我都遇到的人都没有看，所以我以为没什么人看。我是觉得应该是蛮有趣的故事啊，但是阿颖，你知道我看动画的习惯，我看就是比如说网飞的习惯就很奇怪。哦，怎么说？比如说我可能在看真人电影啊，我就会比如说看个30分钟，好，我不想看了，我要去做其他事，然后再点开电视，我就可能就变成看一集动画，是这样。你说要做事，结果就是打开看动画，就是太多坑了。哦，你说就变成每个都看一点，然后没办法继续看，就是没办法看完是吗？对，就很多都没办法看完。哦，的确会有这种困扰，因为能用的时间也就那么多，但是想追的坑真的太多了。嘿呀，真的会。原来我不是一个人，谢谢火蛇。不死不晕不冷门吗？大家都说不冷门，好吧。有人问你喜不喜欢雾怪，我没看，但是那个男主角好帅啊。哦，我最近有去看那个唐伞，但是也是像我刚刚说的，只看前面一点点。哦，还没看完。因为阿姨喜欢就是一个人的时候看，在家看 Netflix， 但是有的时候室友在家或者怎么样的话，不然就是我有其他事情要做，就是就不会想看。
你就是想要专注的看嘛？你说不会在我想要不被打扰的看。的确，我也是。虽然有些人会趁通勤的时候补，但是我觉得我好像还是比较想要好好的看。如果是我有興趣，对啊，我都花钱买这个订阅了，我当然是要这是一个快乐的那个啊。的确，一个顶级的享受啊。有人问有没有推荐搞笑番？搞笑番，一拳超人是真的蛮搞笑的，蛮喜欢的。路人超能100啊，毕竟是同一个作者。对呀、啊，对，确实。银魂啊，黄金神威啊。我想一下，我有看过什么有趣的？完蛋，我想不到哎。好，就是刚刚那些了。什么隐约感觉那个齐木楠雄的灾难，那个我没有看呢，但是听说也是搞笑，也是就蛮搞笑的。我觉得火蛇你应该会喜欢黄金神威。我真的没看，很多人推荐我是觉得我真的该去看一下了，感觉是真的我会很喜欢。我觉得你对那种史实跟文化的东西蛮有兴趣。对呀、感觉是该看。但他也不会就是太过沉闷，然后又很唐突戏。他的唐突戏可能连火蛇都会吓到的那种。太好了，我该被吓。他居然有真人版，我的天啊，好唐突！有啊，是那个啊，山崎贤人啊。哇，好酷哦，该看了。好，我可以先去看真人版。真人版它是先出电影版，然后现在又有影集。哦，好酷哦！不行，然后有玉木宏参演哦。我现在进入那个看不完状态，死定了。你加油，我们一起加油，我们一起加油。好，我努力多休息，少开台，少工作。这是真的需要努力耶。你有办法做到吗？我不知道啊，我觉得对我来说很困难，因为我会一直觉得就是我好像没办法连续耍废太久，我就会开始觉得不行，我都没做事，我觉得不太舒服。你会不会有时候对自己挺严苛的？我不知道我觉得那已经有点变成习惯了，就是习惯一直忙碌，没有忙碌反而觉得怪怪的，也不会特别，也没有特别 push 自己。就我也不知道可能就是社会把我变成这个形状了。变成社畜的形状吗？对，就是这样，没错。好可怜哦。那我很好奇，火蛇这个星座是什么？我是天秤座，听说天秤座都长得很好看。阿莹是这个月亮天秤。那你也长得很好看。谢谢。互夸。没有互夸，从头到尾都是我在夸，我夸我自己，好怪的人。那你会不会觉得就是我不知道，听说天秤有时候比较会选择困难，你会不会觉得点饮料的时候很难做决定？我觉得天秤座就是长得确实真的都是好看的人。谢谢，被夸了，谢谢。但是他们有的时候真的会有选择困难，因为他们内在是很注重这个平衡的。真的，所以会考虑得很多。的确，就会很在意这个平衡的问题。对呀，就有时候，开这种台开太多，就会觉得我要平衡一下，所以另一种台要多开一下。骂倒台吗？骂倒台吗？我一直没开过，但是我的告解台开得像骂倒台，请问这是正常的吗？正常啊，因为就是会有奇怪的需求需要被骂倒一下嘛。是没错啦，有些人的告解听起来也没有在真心忏悔，那应该是可以骂一下。天秤加1，巨蟹的刻板长相是什么？巨蟹的刻板长相，
我用大数据分析一下，哦，长得很可靠。所以随便讲一个星座，你都可以有一个刻板长相。也没有，我觉得就是我可能记忆力比较好，然后有的朋友会记，有的朋友不会记，这样。哦，所以可能是根据朋友的大数据。没错。哦，那你觉得狮子座有没有什么刻板长相？狮子座还好哦，可能我觉得我记比较多的是这个人的个性或者是人格特质。像狮子座，在我观察，我会觉得说他们是比较喜欢主导事情。比较喜欢主导事情，或者是可能有个人的主见。有听说，就是主见这方面会比较感觉得到。对，我们依理补充说有面向星座学这种酷理论我都不知道哦。你不知道？我不知道 ，I don't know。星座大师，我不是星座大师，依理才是。谢谢依理，我们以后靠他了，有问题就问他吧。狮子座都长得很自恋，为什么啊？自恋是一种我不知道自恋是一种长相吗？什么样叫长得很自恋？我蛮好奇。就是你看面就感觉伊看面就知哦。嘿呀，就觉得他秋秋的吧，我猜。哇，你等一下，你有听过这句吗？有点像骂人的话，就是人哪看面就知。人哪衰看面就知。没有，我想到的是有押韵的，我就不说了。那你可以打字给我，我很想知道。其实我想到我好像有听过2个版本呢，一个可以讲，一个我不想讲。一个是人哪呆啦，人哪呆看面就知。就是有些人看起来就不是很聪明，看起来不是很直接啊。你这个才不该讲吧？另一个我比较不想讲，是比较呛的。那我们不要呛，我们不要呛。没有骂倒台不能呛，要付钱才可以呛。谢谢。制作很爱抢麦克风，不管你有没有要给他。哇，这个有点呛哦。这还好。猫猫活力十足。我觉得没有到很。依理说我也要知道不能说的那个。这个大家很常拿来骂人呐。那你在星辰远征去那边讲给我们听。对，阿颖还蛮会拉小圈圈，可以这样讲吗？对，就是我就不可以。没有啦，就是他会把觉得适合互相认识的人直接圈起来，我觉得还蛮有效率的，行动力的化身。真的，我真的行动派，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我星盘里面这个牡羊座的比例比较高。你有研究自己的星盘？对啊。我还没有特别研究。因为塔罗其实是跟星座有相关，然后阿莹也有很多朋友是占星师啊、塔罗师啊，或者是各种疗愈师，对啊，你多少会接触啦。你们会有什么跨界联动吗？你说有啊，有计划啊。所以我说可能是用，就是可能是学不一样的系统，但是是可以互相联动或帮助的吗？但其实这个台湾的这个人家说身心灵圈，就其实蛮各门各派的，就是也是会有纷争蛮多的啦。哇，宗教战争哦。对，金价宗教战争。哇，好刺激，好刺激！但是不是不能问太多？所以我就急流勇退了下海来当 VTuber。当 VTuber 是算下海是吗？真的假的？没有啦，开玩笑的。所以你是不想要待在那个圈子，所以跑来另一个圈子啊？就是觉得说，我好像不是这么适合，就我可能比较适合 entertainment 的那种感觉。你喜欢取悦大众？
我以前也觉得说，我可能就是天职是要做占卜师啊，但后来我觉得说，我的天职好像不是这个。哦，你会算自己的天职，或是算自己的使命哦？我不会自己算，我会找其他我信任的前辈，有趣，帮我稍微看一下。哦，好酷。但我觉得这种东西还是真的要大家自己摸索，而不是你就看人家怎么讲，然后你就觉得说，比如说，你会发大财，然后你就什么事情都不做，你就躺着躺平啊，等着自己发大财。哦，对，有时候是不能这样子嘛。但我就觉得有点没有意义啊，这样你就花那个钱干嘛？对啊，理解。把子昌 ban 掉，到底子昌是谁啊？口号上他是子昌。口号哪里？就是我们反手然后最新留言的那一位，没错。可能因为他是狮子座，所以要把他 ban 掉吧。太坏了！我们不要排挤星座好不好？我们不要贴标签好不好？对，星座应该不是拿来贴标签。研究星座不是为了让你贴标签的好不好？的确。任何这个占卜工具都是一个辅助，就是帮助去了解自己。对阿颖来说，就是占卜其实类似现代的心理咨商啦。他可能在以前是替代心理咨商的功能。对，我觉得现在占卜的意义对阿颖来说，就是透过比如说牌卡啊，或者是一些谈话，我们去发现说，自己内心中想要知道的东西啊，或者是内心真正渴望的东西，其实是什么？就透过一些谈话啊，还有这个牌卡去了解说，我们问题的症结点到底出在哪里？很多人去找占卜师或者是心理师，就是有很多困难，我自己没办法解决，才会找这些人嘛，对不对？有道理。但我觉得也不是，就是每个人说什么你就做什么就好了。对我来说，就是我帮别人占卜，我都不倾向于这样子。我会希望问卜者有自己反思的能力。就是可能当参考，但是不是下指导棋这样子，不是说你就这样就好。对，我不喜欢下指导棋，我希望他们就是可以融会贯通。你懂我意思吗？你对他们要求好像蛮高的。不是我，你把他们当学生。没有，也不是当学生，就是我会希望说他们听了可以理解，然后应用在自己的生活上，而不是需要一直回来找我。你懂我意思吗？理解。对啊，就是而且其实也有一个规则啦，就比如说同一个问题，你短时间内不能问太多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就是没有意义啊，我自己是觉得。有道理。对啊。好，我其实比较少接触这些，但是我觉得蛮有趣的。谢谢阿颖，我知道自己长得很可靠。完蛋了。我这样是得罪人了吗？我不知道啊，你要问他，我不知道。没有吧？应该还好吧。这个参考，我们有反思的空间。而且我觉得我要辟谣的一点是，就是其实你要学，比如说塔罗牌，你根本就不需要使用到通灵之类的能力。所以有的话也有通灵的能力。就是我觉得大家不要被骗。不要被骗。好。有的老师是的确会用这个自己的能力去辅助，
但其实你如果自己想要自学的话，是不需要有这样的天赋的，请大家不要害怕，也不要觉得自己不行。哦，所以是真的就是谁都可以学塔罗吗？没错。哦，就是它就是一个学科吧，神秘学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学科。原来。对啊，有一句话叫做“科学的尽头是玄学”啊。啊，对，好像蛮常听到这句话的。对啊，的确。依理说有时候不用过度神化。对啊，本来就是啊。就我觉得人类会畏惧这个未知的东西是很正常的。不然历史上怎么会有那个女巫狩猎啊、宗教战争啊？对。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自己可能想要开些占卜台，也是因为想要就是让大家多认识自己就是阿颖理解的这个神秘学的世界观。哇，对，我觉得目前聊下来，发现其实你跟我有一些地方都蛮像的，因为我们开台好像都是为了可以跟大家啰嗦一些我们想要讲的事情，就是想要推广啊，像你想要推广台语嘛，阿颖可能就推广神秘学啊、心理保健啊什么什么的。有趣，哇，不错哎，对啊，我觉得就毕竟出来分享我们的世界观，或是分享我们的知识这件事情，其实就我不知道啊，至少我自己是会觉得，我就会觉得不能不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会硬挤时间出来做。我不知道对你来说是怎么样。不能不做这件事情，不做就会觉得很不舒服。有话想要讲，但是没使讲，就艰苦的，安尼。的确，没错。这个不是很符合你的人设吗？啊，什么意思？你说宝箱怪吗？对啊，你舌头那个很长，所以很啰嗦。哇，他直接说我啰嗦，天哪！就爱讲。酒和茶茶想要问你，塔罗牌可以自己做吗？好奇塔罗牌可以自己做吗？当然可以啊！现在坊间有各种不同变体的塔罗牌，当然可以自己做啊。而且塔罗其实有分很多体系耶，最常见的是托特跟韦特，所以它的就是里面的牌的构成是不一样的。没错。好酷哦！所以那个然后还有会不一样。第三种我忘记名字了，阿颖很不会记名字。那你是3种体系的都会用吗？还是它那个是不一样的？我没那么厉害，我没那么厉害。我没那么厉害，分开学习的。对，就是你如果一次学很多的话，你乱掉。就像一次学很多语言也会乱掉。而且阿颖其实是从这个收集矿石，然后才接触到神秘学的。因为我的室友1号是花莲人，然后很喜欢收集石头跟古董。该不会在石头也花了一些钱吧？我们就不要提这个伤心的话题了。伤心吗？它只是变成你喜欢的形状啊，应该也很伤心啊，很伤心啊！我有一块很喜欢的喜马拉雅山的白水晶啊，之前好像3月还4月的地震吧，它就掉下来就摔成2半啊！我的心在发痛。那它这样还有原本的那个，就是它原本的功能会因为这样就受损吗？其实我收藏石头的目的不是这个以功效为主我比较像是觉得漂亮就收回家。原来。对啊，像是原矿类的啊，比较喜欢。对，像有的矿物就长得很像小山，我就很喜欢。
哎呀，原来如此，所以是看长相。对我看颜值的。好，谢谢。能量功效这个搭配印度的七脉轮系统，阿颖也是略懂，然后有的时候也会帮朋友咨询一下，但就是我自己是不是很推崇就是这个疗效啦，觉得大家不用执着于疗效啦，或者是什么功效啊、能量啊。就真的有需求的话，就再去研究，或者是那个啊，像我带，比如说带饰品啊，都是哪个好看带哪个，很少去研究什么哦，开运石头啊，要什么颜色啊，你的五行啊，以前不是常常有那种广告吗？会啊，就是说什么要看你的五行缺什么元素，然后你就要配哪一个颜色把它补起来，好像。蛮常听到的，现在只要288888。对，等一下，太多八了吧？28888888。你刚刚讲到脉轮，所以你有研究查克拉哦？对啊，厉害吧？你有研究查克拉，好酷哦！拜托，我是日本来的，会练查克拉很正常吧？好合理哦。所以你会。它是有一些运功方式是可以开启脉轮，你有研究到那种程度吗？有啊。哦，真的好酷哦，好酷哦！所以你会打坐？不常，但是就是有需要的时候会用吧。哦，太酷了！我近期去一位老师家参加那个铜锣浴。然后他就有先带我们做这个印度的呼吸法，真的超累，因为那时候阿颖还没吃午餐，就赶到了这个很远的地方。哇！而且那边真的是山上到超越我的想象。那时候他跟我讲说，我们家可能有一点远哦，然后我没想到是离车站要开计程车5公里这么远。他蛮委婉的，他的有一点跟你想的有一点可能不一样。对呀。哇！突然想到你最近在学开车嘛？你是学手排还是自排呢？当然是自排啦。为什么呢？为什么不挑战手排呢？因为阿颖不信任自己的驾驶技术。不是。还没学就先不信任了。对啊，我都觉得学自排就好啦，干嘛学手排？又没有要秀给别人看。可能也很少有机会开到手排，如果只是日常使用的话。对呀。的确。我要跟你说一件很唐突的事。好，请说。我可能要去一下厕所，可以等我2分钟吗？好，请去。我们先进一下那个微波三明治。OK。抱歉，还是你要跟大家聊天，我就不进三明治了。我们还是进三明治。我跟大家聊天好了。你要跟他们聊天吗？好，跟他们聊天啊。好像有一些人有。这个台你现在可以为所欲为了，好危险。我不会为所欲为好吗？我是那种人吗？好，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事。希望我等下回来台还在。谢谢。我有养鼠头，但最近不见了，它跑了吗？但最近不见了哦，不要担心，阿莹超常不见东西，你问贺宇就知道。水晶搭配七脉轮灵加体系跟频率还有脉动有相关，认为可以开启人类相关脉轮的活动力。括号补充括号问号。差不多。我觉得这才是正道，视频让自己开心最重要，能量要自己给自己。没有错啦，没有错啦。我也是自排自知之明，没有错啦，没有错啦。好的，火蛇 CP 讨论大会开始，来爆破 CP 讨论大会吗？不要把台湾给火蛇。从 ABO 第二性别开始讨论，还是让信息素为大？不要，我的确不是全人，对，常常弄丢。
马上就歪台了。哎，你们不要这样啦！他刚不是说不想要听这些了吗？啊，不然他不在，你们有问题想问阿莹都可以问啊。所以火蛇是逼我听说的。贺宇说：“对，常常弄丢，对我常常弄丢东西。什么？我是 B？ 你看，大家好，我吃坏肚子了。给他一点写 ABO 的灵感。B 是做什么的啊？火蛇是 B 吗？我本来想说性皮素是烟草灰烬，是它是，我可能会画成 C。”哦 ，ABO，B 就是贝塔，最接近一般人类的第二性别。伊里笑到不行了，伊里你也要加入我们的 CP 讨论大会啊！你怎么可以错过嘞？他积极鼓励我们用他的18禁 tag， 我还以为是照。完了，我的腐男科普魂快要发动了，完了！我毕业消失。哎，伊妮你不能走啊！伊妮你干嘛？伊妮你过来、你要加入我们的 CP 讨论大会啊！哦，没有，它是讨论材料，没有错。伊里有 A 吧 ？ABO 是3选1吗？可以腐男科普。我需要被科普。我总需要知道自己身上发生。照什么人家听不懂？我是阿法男吗？哇，其实要 AO 也可以啦，反正是瘦就好了。你们不要欺负火蛇啦，宝箱怪好可怜呢。我也投伊里 A 一票，加一，阿颖加1。哇嘞，这2分钟有这么久吗？听说他们喜欢互换，听说的，谁说的？火蛇说快好了，好，我们等他。听起来好像那种刚打完超级士兵血清的水鬼在参与科学教育。斯洛姆出将安安东 ，Hello， 虽然不是我的台，但是出将安安东 ，Hello。VTuber 防灾室，超有趣的耶，好有趣的这个那个 title。斯洛姆还可以回头，进来就来不及了。有人提醒你要洗手哦。有，我有洗手，谢谢。对不起，我把你丢在台上这么久。没关系啦，你不是说你吃坏肚子？那你们好像聊得蛮开心。你吃到了什么反派吗？我也不知道我吃到什么你宝箱怪不要乱吃呢，你吃到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吗？可能那个冒险者穿鞋子进来没有，那个脚很脏，没有拖鞋，
不是怎么不见一下，然后就在聊 ABO 为什么啊？不是你之前立 flag 啊？对啊，这个 flag 到8月结束都有机会哦。斯洛姆说：“我去开台好了。”括号闪。好，他是因为有人要问斯洛姆是 ABO 哪一个，所以先闪了是吗？应该是他怕也成为讨论材料吧。那我们先讨论一下，你觉得斯洛姆是哪一种？我跟他不熟哎，我看一下他的频道。我想一下哦，算了，我不要得罪人好了，我们跳过这个话题。不是，所以你觉得我是哪一个？哈，这么唐突的哦。他们我以为他们刚刚有逼问你这个问题，没有吗？他们没有逼问我这个问题。哦，太可惜了。哇，你们很有礼貌哎，你们互相相敬如宾哎。那我觉得你是 B 啦。哦，真的哦，我以为我的观众都说我是 O， 我以为你也会有一样的答案。以为自己是 B， 但是最后分化是 O。啊。感觉他们就会这样说，对。那你可以科普一下吗？回来凝视你了，他回来死亡凝视你。完了。可是为什么你刚才要偷听到了啦？我在想，就有时候一些直男被抓去凑 BLCP 的时候，都会比较想要当攻，比较不想当受。可是为什么啊？为什么？我很好奇耶。觉得自己当 bottom 会让他们的自尊受损吗？我不知道哎。自尊问题吗？就是不想当 bottom。对啊。啊，那你有被抓去凑百合 CP 吗 ？Never， 我才出道1个月。我只是想说，问问看，那个如果是被抓去凑百合 CP， 也会不会有尊严问题？我没有想过。不会，我觉得可以跟美少女贴贴就很快乐了。怎样都好，被美少女踩在脚下也没问题。我不在乎我的攻受。百合跟 BL 是很，我自己觉得是不太一样的啦。你说那个整个画风其实是差蛮多的。对啊。谢谢。好复杂哦。什么意思？分化是发展出第二性别，所以有分第一性别跟第二性别。公营火蛇回归，贺宇讲的很好笑。谢谢，我觉得我备受尊重，我解决了尊严问题。出道1个月就讲这种真理，什么真理？哪一句啊？哪一句啊？是说我是以为自己是 B， 但是 O 是这个吗？是这个吗？要问你们观众了。好，我已经不想再问，我不问他们也会自己告诉我他们心中的答案。哇 ，ABO 世界观有自己的维基百科页面呢，怎么会这样？这个东西也太主流了吧？就很好玩啊。还有一种系统叫哨兵与向导，比 ABO 更复杂。啊，这我有听过，但我真的是无法理解，对我来说真的好复杂，所以我感觉已经像在读新的那个，你知道，如果是你想要接触新的 TRPG 的系统，你也要读它的世界观，我觉得有点那个感觉。你有在玩 TRPG 哦？我一直很想玩但是我一直找不到咖，所以找我。你都玩什么的？我之前是玩克苏鲁风格啊，但就玩过那么1次而已，因为就没有朋友。这种人真的超需要朋友。对，好啦，是可以，感觉其实蛮适合开台的。好啦，毕竟我也是自称很想要当反派，感觉我就应该当那个 GM， 或是叫克苏鲁 COC 是叫 KP 是吗？是叫 KP 吗？不知道专业术语不要问我。反正就是当那个带团的那个读规则书的那个。嘿，对，好像哇，底下开始各种科普了，大家在很热情的为你解惑。什么是 fork 跟 cake？ 好酷哦，感觉也是很不妙。高差。这个 fork and cake 是比较强调这个互相，对对方有食欲的那种感觉。所以是
你说的食欲是真的会想吃掉它，就是把它切下来。我对这个也没有很熟悉，但我自己理解是有那种很原始的食欲的感觉，但可能不是真的每一种作品都会这么猎奇啊。底下有没有人可以科普啊？这个阿颖帮不了呢。我还是先不要知道那么多好了。我觉得，因为如果我那个利奇有成功拔起的话，就是我会需要有一些 ABO 知识，我们可以先充实 ABO 知识就好。叉子蛋糕就是叉子没有味觉，只有蛋糕的气味会吸引到叉子，所以会引起食欲，所以有真正食欲的设定跟欲望的设定两种。谢谢我们贺宇。哦，所以如果那个叉子找到了他喜欢的蛋糕，他就可以看着它配白饭。好，理解了。对，就可以用叉子一直插它。对不起，没有，我只是想到我平常吃蛋糕会很享受的在那边。等一下哦，现在是10点16分，我之后如果要剪精华的话，我也需要知道。好 ，OK， 你继续。你才出道1个月是不是？对啊，刚刚那句话是怎么说的？出道1个月就讲这种真理，好。完了，突然后悔来上脑口令了，哎呀！完了，迫害成功，你今天被迫害好多。对啊，我要把这句话钉起来。出道1个月就讲这种真理，我的天哪，我的天哪，不是我说的。YouTube 不要 ban 我 ，ban 阿颖 ，ban 他的台。不要！天哪！我只是在想我。给你澄清，给你澄清。我只是在想，我平常下午茶吃蛋糕很快乐，然后会一直拿叉子，就是插蛋糕吃而已。所以你很享受那个屠杀蛋糕的过程。对啊，就是暴风式吸入。哦，暴风式吸入吗？那是蛮爽的。对啊。哇！哎，有初见呢，蟋蟀洋洋的洋，你好，初见安安，欢迎你来。洋洋的洋，欢迎你来出家安东。那你都吃什么蛋糕？巧克力蛋糕、cheese 蛋糕。你有吃过提拉米苏吗？讨厌提拉米苏。为什么？为什么？我就讨厌啊，不行吗？没有不行啊。请问提拉米苏的哪个部分让你觉得特别讨厌？是那个吗？可可粉会呛到的部分？好像有一点呢，但我好像是因为有咖啡味，我就不喜欢。哦，你不喜欢咖啡味哦？对，但是阿莹现在是成熟的狸猫了，就比较可以接受咖啡，可以喝拿铁了。哦，所以你可以喝咖啡，但你不想要吃有咖啡味的蛋糕。就是这样就不喜欢提拉米苏，不知道，好吧。嘿呀，怎么了？你很爱是不是？对呀，我很爱。你的信仰受到了冲击。对，没错，没错，我的确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但是没关系，我很坚强。要坚强，宝箱怪坚强。你是箱子座的。哦，我是箱子座吗？当人家还在想是天秤座还是狮子座的时候，哈哈，我是箱子座的。咖啡爱好者请的咖啡厌恶者上节目。我怎么知道？我哪知道？肉桂卷好吃，对，阿莹爱肉桂卷。哦，很甜耶，但是真的很好吃。轻乳酪跟重乳酪的差别，我要查一下哎。轻乳酪跟重乳酪差在哪？哦，不知轻重。没有，我只是硬要讲。我们在 King 当啦。我们在 King 当。我比较少吃乳酪蛋糕哎，可能我没有很习惯乳酪跟甜的出现在一起。重乳酪，我猜重乳酪，我是重乳酪派，我是重乳酪派。哦，你喜欢乳酪？我以前还很喜欢吃 Oreo 口味的。Oreo 口味的 cheesecake 吗？对啊，好酷哦！所以它就是撒在上面哦。没有，它就是基底是用 Oreo 做的，然后
上面的就是蛋糕的那个慕斯状的东东，就是也是混 Oreo 的口味的cheese。所以可能因为之前室友3号有在钟乳酪蛋糕店打工，所以阿英真久以前有吃过。真久以前龙珠的传说，你被洗脑，没事，因为你很前面讲的这一句，我现在有时候会，然后就是被唤醒了之后，就会一直卡着那首歌在脑袋里。你被我洗脑了。所以你说他以前是在重乳酪蛋糕店，那是专门就是做重乳酪蛋糕的。对呀、哇，好专注哦，好专注在那个特定产品哦。对呀、所以他是什么？会有员工折扣，或是会有那个免费的扣打是吗？对啊，阿颖就是还是小狸猫的时候，常常去蹭免钱吃。好爽啊！讲到 Oreo 啊，阿颖最近就是养了女儿。我好像看到你在推特有发他的照片。对呀、是可爱的肥尾手工。大家如果喜欢看可爱宠物照的话，你之后会多 po 一点吗？他现在还在习惯新家的环境，而且就是肥尾手工这个品种，他们本来就生性害羞，所以就是照片可能不会太多。但如果大家喜欢猫咪的话，阿英可以发侄子的丑照。丑照。对，室友4号的猫。因为每次阿莹去室友4号的家的时候，我都会被他唐突攻击，所以我都会把头贴换成他的丑照来报复他。丑照是报复性的。没错，我就是恶阿姨。好赞哦！恶毒阿姨。至少你没有扁回去，你没有攻击回去，已经算很仁慈了。他真的2次攻击我，超想抽他。他是特别讨厌你哦。不是讨厌的那种，是蠢的那种。蠢？为什么？就是他以为在跟你玩，是不是？但不等一下猫派要来骂我了，是不是？没事，我家也有猫，我应该有点发言权。哦，就橘猫啦，然后很胖就算了，爱吃就算了，喜欢抢别人的食物就算了，救不了。我就躺在我的床上在那边休息，然后给我从衣柜这样跳下来打我左边小腿，然后又从下面跳上来踩我的下腹啊，好痛！这不是有个新闻是那个脾脏被猫踩爆，然后就送医院。我靠！你要小心了。但听说是本来就他是检查才发现那里本来就有点问题，但还是很恐怖。对，我家的猫也听说它好像已经8、9公斤嘞，明明还不到1岁。毕竟是橘猫，好可怕。8、9公斤有点恐怖哎。还是6、7公斤啊！我真的对数字跟那些记名字的很没概念。反正就是很胖啊，反正就是很胖啦。好，听起来蛮恶毒的，很好笑。被猫暗杀没有错，差不多。不知道猫猫卡爱会不会被自己的猫暗杀？我家的猫也是，它很喜欢，因为那个我们房间的床的旁边有窗户，然后它很喜欢去那个窗户玩，然后它从那个窗户回来房间里的时候，他就是一定要用跳的，他有一个仪式感。然后他跳都会跳到我们腿上，每次都觉得腿要被踩断。对，很恐怖哦，很恐怖哦。天，也是胖胖的一员吗？没有到胖啦，但是他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他的脚掌好像很小，可能也是天生的，就是他的脚掌很小。那你知道？那个根据大家最讨厌的物理，就是那个表面积越小的话，
同样的重量压力会比较越大。对，就像那个拿针戳你那种感觉，就特别痛。我好像没有看过你家的猫你要不要现在秀一下？也是可以的，我通常都放在那个啦 DC 里面，所以在我的那个。你现在秀一下吗？你想看？我去那里捞一下，等我一下。我平常电脑没有放他的照片，我也没有那么爱他。不是啦，不是啦，平常的照片都在手机里。但我找一下哦，我们的可爱动物区，看有没有比较可爱的。它是玳瑁猫，玳瑁很可爱美女。好像说玳瑁都觉得自己很漂亮听说。真的假的？对，好像没有都觉得自己很漂亮，但是因为就是之前就是家里有人就是想要试试看宠物沟通，然后那时候忘记是因为什么原因有蹭到免费的，就来沟通一下。然后他就说他觉得就是他就说我们的猫觉得自己很漂亮。很好笑，它好可爱，它是绿色眼睛的耶。你找到了哦？不是，是你看到了，没错，可爱哦，是蛮可爱的啦。它的眼睛是阿颖的代表色呢，好可爱。你代表色是绿色，没错。哦，对，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想问，请问你这个非常可爱的 GIF， 这个被你拍的是粉丝形象吗？对啊，是小叶子的形象啊。好可爱哦，小叶子原来这么可爱吗？你要看我画的图吗？我可以传给你。好啊，完了大家可以去当小叶子，你们就会被我说很可爱。哦，突然犯傻不是顺便叫大家去订阅你，合理吧？合理吧？可以，请大家赶快来订阅我，对吧？双赢双赢你赢，我观众也赢，大家都赢。看你要不要投到那个，这是我自己画的。我来看看。哦，好深邃的眼眸啊！来贴给大家看一下，阿莹画的小叶子，本体是叶子还是下面的狸猫？我觉得就给大家自行解释吧，要多一点留白。太好了。啊，对了，就是稍微提一下，就是这个火蛇头上的这个 furry 形象啊。这算 furry 形象啊？是没错，是没错。对啊，是 furry 啊，是没错啦，就动物啊，是没错。你知道贺宇他很坏然后就有一次我就是没办法用 VP 开台，然后他就跟着大家起哄说坚定选择不受控制，然后我问他你这什么意思，然后他还故意不回答我，我真的对你们这些人太失望了。你说好不容易，我根本小丑，我关掉我的皮好了。好不容易变成人形。好，我现在认真讲了，就是目前200订阅突破了嘛，然后就是有开启这个狸猫皮的募资计划，就是有希望阿颖用这个形象开台的话，可以就是关注我的频道跟推特，到时候会释出相关的消息。好简单来说，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只会讲说想看，倒是把钱拿出来，是这个意思对吧？对，可以这样解释。迫害成功。对啊，因为就是主播这个生活艰苦的，这你们想看的话，就请自己对，请努力。因为阿颖也不是非得要用这个 furry 的形象开台。好，嘿，金拍谁？金拍谁？拍谁啦？想看就自己出钱哦。嘿呀。好，那你平常会看 furry 的东西吗？地狱旅馆算吗？那算吗？算我也蛮爱的，太好了，我们那个卡通有很多可以聊。我讲错了，是 Helluva Boss。那个我没看，他们是不是同一个世界观啊？
对啊，同一个作者。我没看，我只有看 Has Been Hotel。那我们是完美错过。没有啊，还是可以聊啊，我2个都有看。你2个都有看啊？对啊，我很喜欢里面的歌，More Than Anything。我也蛮喜欢里面的歌的。我想一下，我喜欢是哪一首？歌都做得很好，我觉得。我喜欢那个 Loser Baby。Loser Baby， 唱一下，秀一下。那个赌博仔唱，对那个 Angel Dust 唱的。我要看一下歌词你等我一下。我觉得他那一段那个赌博仔唱的好好听，我忘记他名字，我直接叫他赌博仔。好像是猫猫吗？靠背，对，他应该是猫吧？好像叫 Husky 吧？对 ，Husky， 对。好，唱一下。里面好多那个，应该不会被 ban 吧？应该不会。你就清唱啊！好。You're a loser, baby, a loser, goddamn baby. You're a fucked up little whiny bitch. You're a loser just like me. 好，我应该不用继续吧？换我秀了吗？不要吧。真的，你要秀？来。我看一下。有点忘记，那很久没听了。最近都在练一些就是大家爱听的。对，有时候我们自己爱唱的跟大家爱听的，有时候不一定是同样的歌，这真的。对呀，我们也是有自己的喜好。主播好难做，要学一些热门的。你会学到什么程度啊？跳楼机之类的？不用。你还是有一点那个自己的喜好的。对啊。我就不会啊，不会的就是不会。那首确实蛮难的吧？它其实有些地方很快。等一下，我找一下。我明明有存啊！在这。是这个吧？它不是歌啦，我要找一下。好，没事，你慢慢来。OK。我来捡留言。猫猫卡在之前被朋友的胖橘猫从高处冲撞，被踩到痛醒。没有啊，这种事情在我家就是每天都在发生，真的是睡觉睡，因为猫咪的睡觉时间跟人类真的不一样，就是我睡我的觉睡就会被踩醒，就是我还会学，就是里面父女的对话，超好笑。你要秀吗？自娱自乐，这感觉很有趣我不要在你的台啦，我会紧张，我不想不一样的人的声音以前阿莹是有目标想当2声系的啦。哇，那你这个目标追逐的如何呢？还行吧。那你有办法秀吗？你确定？一直叫人家秀。好了，我试一下。哇，真假的？我先把你的那个音乐关掉。好，我关了。不是你啦，我是说我这边关自己的。好。哎呦，视窗跑掉了啦！You don't understand. Never listens. They won't listen to you. 没有，这个音乐真的很干好，我把音乐开回来。I tried it so before. My dreams were too hard to defend. And in the end, I will lose it all again. Now you're the only thing worth fighting for. More than anything. More than anything, I shelter and adore you more than anything. That I didn't. 我太紧张了，这样就好了啦。哇，迫害到了。我本来想说，我来你的台唱给我好了，还是算了。我刚刚也想问这个问题。你很会通灵哦。真的你真的要
这么好，可以踹出来看啊。好啊，当然好啊。不过你们听到的就是清唱，因为就是不能外放。没办法放过来。对啊。哇，这真是我的荣幸，我等不及了，快端上来吧。好了，我唱了。超无奈。没有，我就是很害怕，就是对，容易紧张。那你们这个创作零件的那个台，我都还没听哎。没关系啊，没有啦，那个就有时间再看。好，请唱。The fire right now is going on， 我会感觉直直的坠落，拢是唔会讲，要爽就莫搁做，发烧就要吐，讲大日晡冲上来。唔知，啥物拢唔知，叫我明来，叫我，紧装，马上动作。好，很紧张。大家开心了吗？我蛮开心的，我蛮开心的，大家应该也你开心就好，你开心就好。谢谢。真的，我觉得听别人 cover 就会觉得很荣幸，对，会真的很开心。你之后也可以出自己的原创曲逼大家唱哦。哦，我在努力，已经有就是小叶子就是出我的应援歌了，好酷哦！所以是他直接写一首歌给你。对啊，哇，超帅的。然后我帮忙把他的词润的顺利一点，但是还剩这个编曲作曲。哦，我可能会找朋友或者自己就是对，这就是 VTuber， 最后就会自己硬是把它解决了。对呀，就无遐大位咩？没办法聘请别人来解决问题。对，没有办法有这个粉丝制作这个这么厉害这样子，没有办法有人自愿啊，帮我编曲啊，帮我做音乐啊。但是好赞哦！我说不定我也蛮希望有人可以写。你赶快许愿一下啊！对啊，我来许愿了，大家可以写应援歌给我。哇！我觉得我对他们都蛮过分的，我都教他们出道，然后教他们画图，对。那我觉得我对小叶子很好都没有教他们出道。你教他们出 furry 皮的钱，但我觉得那是刚好啦，毕竟是他们要看的。对啊，你们比较爱看，你们就对啊，花钱啊，对啊，合理吧？我也都跟大家说，喜欢看 BLCP， 自己画嘛，你画嘛，你倒是画出来。你不要嘴巴讲啊！对啊，不要嘴巴讲不要当键盘高手咩？对啊，键盘高手可以啦，有人有写文的也不错啦，也不错。哦，不要可以啦，写文可以啦，可以啦，写文很赞啦。反正我能蹭到，我都会开心啦。有这个，对，有蹭到流量啊！我也好想要多一点这个自己的 fan art。对啊，做手表的时候就会很需要。对，突然讲，不然大家都看一样的。好唐突的心声。做手表的时候很需要 fan art 哦。哎呀，大家多画我嘛，还是我看起来太难画了？我接受换装拜托了。我也接受换装我被换过。算了，我不要想起来。女装吗？有女仆装还不错啊，蛮好看的。哦，这样子。有没有换过很奇怪的衣服？女仆装不错啦，女仆装不错，很帅呢。战斗女仆风格就对了。
有战斗嘛？感觉对啦，欧拉夫画出来的女仆装就会很像战斗女仆，不知道为什么画一画，然后手上拿着一个铲子。我超喜欢他的画风。哇，那你可以拿钱教训他，你可以委托他其实他好像有。可是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委托啊，我不知道他到底有开哪些项目，他好像好像有说要开是不是？但是好像我不确定他开了没，因为毕竟那个群组有一些地方我看不到嘛，所以我知道的讯息也有限。阿颖看过我的文笔哦，花号部哦，他的意思是说他就是非常饥渴的想要写你的。写啊！你看人家火蛇害羞了啦！哎呀，没有啊，我还好，我没什么羞耻心啦，真的啦。我看起来像是会害羞吗？我觉得直到我自己要写自己的 ABO 那一天才会害羞，在之前应该是没有问题。你是要直播写吗？我还在想具体要怎么做因为有一些东西应该是没办法写，就是没办法直播写出来，可能会被 ban， 所以我要抓一下哪些东西能直播写的，我就会直播写；不行的就我就会留空白，或是讲一下大概可能会写什么，但是不能播。有人说伊利想尝试女仆装，我也想看，我要看，我也想看。你有穿过女仆装吗？你在跟我讲吗？对呀。有哦，我觉得不是，你觉得跟其他衣服有什么差别吗？多了围裙。多了围裙，多了头上的荷叶边。那也还好嘛，那跟我咖啡店打工差不多啊，我们也是要穿围裙啊，然后头上也是一定要戴一个帽子啊，那差不多，那只是就是它就已经变成一个萌属性了嘛，对不对？啊，是没错。大家看到就会觉得好可爱哦，好漂亮哦，这样。那你喜欢看别人穿女仆装吗？好爱哦，我好爱哦。谢谢分享。我不管看男的看女的穿都很喜欢。我好像对男生穿女仆装是还好啦，除了我之外的男生是还好。那如果你是穿那种英式女仆装的话，我觉得就蛮帅的。它就是整个长的，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部蛮老的番，叫《黑胶》，礁石的礁。我好像不知道对，反正里面就是有一个女仆，她就是传统的英式女仆装，然后她其实是。好像前职业杀手之类的吗？就是他会拿那个格林机枪啊，或者什么枪啊，叭叭叭叭叭叭，好帅啊！对啊，手扛大姐姐，黑长直大姐姐戴眼镜。原来是战斗女仆。大吸一口。好，懂了。还没正式开的样子，不然想拿钱给欧拉夫老师。太好了，我也觉得太好了，你还有钱？不是这个意思，不是。没有，你就是这样是可以讲的吗？你说，反正是你说的。我为了就是委托图，这是我的账号，剩下2位数。哇，这就是 VTuber 啊！对，我好怕被人家臭说我在卖惨卖穷啊！没有，是事实分享。对呀，我觉得还好啦，又不是每天在那边说我好穷，给我钱，然后一直发一些吃高级料理的照片。我是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啊。可是我的推特有这个银支持的那个。我觉得我可能把钱都花在吃东西上了，还有委托图，对，天哪！哇，我想想，没有啦，我是觉得不错啊，拿钱给欧拉夫老师很好啊，我觉得欧拉夫老师值得拿到更多钱。没错，我的主产准备好要委托了，他们好像都喜欢拿主产送给欧拉夫
怎么觉得听起来有点不太对劲？我以为你要说什么听起来有点羡慕嘞，我是觉得蛮羡慕，我也想要祖产。你说某块地契之类的吗？很需要，很希望突然有一天通知我说，其实不是听起来好像诈骗哦，就是突然通知我说，其实有很多钱，只是我不知道，好想要被这样通知。很赞哦，很赞哦。对啊，虽然我只有在推特的陌生讯息收过这种讯息啦，但是看起来就是假的。我觉得我们可以聊你就是有放在我们有打字播放清单的那个歌回的精华呢。歌回的精华。对啊，瑞士卷啊，我们可以聊 V 加。哦。你是唱瑞士卷吧，还是另外一首？我忘记了。不是哦，好像不是瑞士卷哦。啊，视力检查啦，对。那时候我也超爱的。我记得你也听蛮多 V 家的歌嘛。但我都听那个年代的。我也差不多。新的年代就大家出好多，我听不完。新的年代我比较只有固定听几位我有在 follow 的老师我比较有在 follow 是皮诺丘皮跟那个 Deco Nina 老师。我昨天才被朋友推荐，然后我就订阅他了。你说 Deco Nina 皮诺丘老师？皮诺丘老师，两个我都很喜欢。赶快来推自己喜欢的音乐家。那你要推荐你私藏的吗？可是我没有在追 P 组我好像其实也不算有在追，只是我就是把他们的小铃铛打开了，因为我希望我可以第一时间听到他们的新作品，也只有这样。我好像听英文的比较多你说英文的 Vocaloid 吗？英文的 Vocaloid 吗？不是，是英文的歌手。你是听流行还是？对啊，都流行的，主流的那种。对啊，而且我发现很奇怪就是我喜欢的歌手里面都有 A 字。有没有可能因为 A 这个字母还蛮普遍的？有可能它是母音嘛，对不对？对啊，好像说名字里面真的是蛮常出现的。对啊，什么 Lady Gaga、Adele 啊，对啊 ，Aurora， 好多 A 可惜 Bon Jovi 没有，他是 B。Bon Jovi 也是我蛮喜欢的。真的假的？对啊。你赶快出 cover 啊！好像可以，好像。你喜欢哪一首？我看一下我找一下歌词。这种时候，亚洲父母就会说：“你为什么要喜欢 Bon Jovi？ 他是 B 他 B 开头是这样子吗？是这样子吗？找到了。You give love a bad name， 里面有 A 好不好？我们来看看歌词。我是要秀两句是不是？可以秀啊，看你啊。Shot through the heart and you're to blame. You give love a bad name. I play my part and you played your game. You give love a bad name. 我以为你第二次也会有那个和声要帮你和声。对，我想说不错蛮有默契，虽然我完全没想到，你喜欢你喜欢这样。我别人唱歌的时候，如果我知道那个要搭什么，我也会帮忙加一下。因为我没有受过正式的歌唱训练，所以我不太懂什么和声之类的。就是跟着自己印象唱。对啊，有时候听熟了就会知道这里应该有一个这个，然后就可以把它唱出来。You gave love a bad name， 大概这样吧。对啊，反正我蛮喜欢的，我蛮喜欢的。对啊，还有什么啊？我不知道你们听过，但是我的观众可能记得，我很喜欢 Mizuki。对，也许没听过，因为好像不是很多人知道他不算是很常出现在主流的那个，就是不是大家常听到的英文歌会出现的。他是英文歌手，对，但是他的东西有时候比较小众一点。他最近最红的一首歌是在 IG 会常被拿来
配 reels 的，很常被网美拿来用的，叫做 Mitsuki 是怎么拼啊？哦，我打在我们的讯息这边。好啊，叫 Mitsuki。我的歌回精华好像也有剪其中一首，我好像只有剪3个啦。一个女生，然后弹吉他。啊，对对对，弹吉他，然后有时候弹贝斯，看他想弹哪个。你是喜欢哪一首歌啊？你刚刚说的是哪一首歌？我刚刚说的是 My Love Mine All Mine， 但是可能不是我最喜欢的。OK， 我来试听一下。好啊。哦，还有一个拉娜·德瑞，我也很喜欢。我查一下，我好像没听过。我好像没听过它也出来蛮久了。我喜欢呢，来订阅一下。太好了，推坑成功。我觉得我们音乐品味应该蛮像的。我觉得我们有蛮多地方蛮像的啊，可能都很行动派也是。真的。还有都很唐突，对。对啊，唐突系是不是绿色的都喜欢唐突啊？啊，是这样子吗？我不知道。我们还有谁是绿色的？我想想，礼物。好吧，我觉得他可能没有我们那么唐突。啊，真的吗？他没有我们那么唐突。可能我觉得我比较怪啦。伊利也有绿色呢。伊利，但我觉得伊利比我有礼貌对啊。对啊。对啊。伊利就是很有礼貌。哦，我说的对啊，不是说你跟他比较啦，你不是没礼貌啦，是伊利非常有礼貌。可以比较啊，可以比较啊。我知道我没什么礼貌，然后我还蛮骄傲的，这样可以吗？没有。我怎么觉得你要唐突关台了？啊，哪有？为什么会突然这样觉得？没有，下面的观众留言。我知道，但是这样讲我就会很想这样做好啦，不要啦。那大家晚安东，拜拜。真的真的要关台啊？差不多。好，那个大会报告，因为阿颖不知道我的那个旋转三明治那边没有声音的，但他想跟大家说拜拜，所以谢谢你们来听，也谢谢有订阅的人，谢谢，欢迎你们成为小叶子，耶！拜拜当。等一下还有12%的人没订阅，这些人可以去订阅了，好不好？靠你们了。谢谢你们。好，那我来找一下它降落哪里，大家就先欣赏这个精美的微波三明治吧。大家拜拜东。